上主啊，你所创造的一切，拢爱上赞你。你的百姓拢爱感谢你，因爱宣讲你主权的荣耀，爱讲起你的大能，因爱互世间人拢知影你大能的作为，知影你国度的荣耀甲尊严。你的主权永远伫地。你要永永远远做王，愿兄弟大家平安。向三甲来学乐上帝，三甲吟圣诗第101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平安经过一礼拜。虽然社会有侪惊吓无平安，阮把握伫阮还阁健康的时，还阁会当甲兄弟姊妹相聚集的时，有缘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值得阮瓦靠的气力。求你继续保守带领阮头前的道路，大声
阮要谦卑，将阮内心隐捌的罪甲歹摆在伫你的面前。阮以爱批评、论断别人，阮要是伫追求权势甲财富来离开你。阮无够举信心来面对生活中的苦难。阮举在耶稣基督的光，阮用歧视、骄傲的眼光来看别人。阮的家庭生活欠缺基督的疼。阮忽略心查甲上帝的关系。阮稳重你赏赐予阮的恩赐，毋爱来服侍别人。阮欠缺迄个同心合意、追求你心意的心志。阮真正是有罪人，求你毋通安眠无看阮，求你用你大的慈爱撤销阮的过失。今仔日是奉你的名所设立原上联教会107岁纪念的主日，感谢你过去100多年来车恳温群做工的信仰前辈，为阮建造稳定的基础。相信你拢写伫天顶的生命册当中，亲自来纪念因。求你也激励阮，除了承受恩典以外，也无袂记节，阮着继续传承，着继续承担传福音的责任。最近几礼拜，因为受到 COVID-19的肺炎的影响，参加主日礼拜甲聚会的人数减少。求你互病毒无成做阮无敬拜你的阻碍。求你保守阮出入教会拢得到平安。恳求你保守阮台湾会当团结，会当互相体贴，会当平安，无受到大的伤害。赐智慧，互政府官员会当做正确的决策；赐健康，互辛苦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上时，阮也纪念，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等等全世界，犹搁伫受苦、性命受到威胁的正百姓，互因会当紧紧脱离迄个困境。因为阮知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也是人民人的上帝。今早起，罗牧师要分享信息，愿圣神亲自甲罗牧师伫地，互伊会当透过伊的喙讲出你的真理，通啊唤起阮过去相连好的宣教的精神，也当激励阮同心合意奔走未来的道路。阮知阮安尼祈祷拢无够完全，只是阮也要学习主。你亲自教示的主祷文，当写祈祷讲：愿你天的，愿你的名声，你的荣耀，你的吉祥，你的名是主名，愿你是平安，下面的保护，主管下面的国家，我的传你起，对我传你的爱，你我传你的人道是守，代代都是。咱煞接用启用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用文第6篇，伫圣诗后壁面第8页。启用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伊互我的灵魂静养。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稳定甲自卑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所以咱继续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请起立来吟全首。先我对要带咱做伙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是，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
感谢献歌队用这么好的歌声来激励咱，做伙来学了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至高的上帝。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有两位的圣经，头一位圣经是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16到19节，伫现代中文译本第34页，台语汉字本29页。第二位的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0节到27节，现代中文译本是266页，台语汉字本是197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雅各离开伯示巴往哈兰去。第16节，雅各一困醒来讲，上主确实伫即个所在，我竟然毋知影。伊就惊吓，佮讲，即个所在值得敬畏，这一定是上帝的家，是通往天顶的门户。第二天一早起，雅各起来，将伊用来做枕头的迄块石立做纪念碑，伫石头顶面淋了油，献互上帝。伊叫迄个所在做别得利。即个殿以前叫做罗斯。第二位是哥林多前书12章，一个身躯有侪侪肢体，12节。基督就亲像一个身躯有侪侪肢体，虽然身躯有侪侪肢体，到底也是一个身躯。相款，咱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做奴隶的，也是自由的，拢是对一个圣人来受洗，成做一个身躯，而且共同享受这位圣人内面。身躯毋是只有一个机体，乃是对侪侪机体所造成的。若准较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伫身躯。伊袂当因为安尼就毋是身躯的一部分。若准耳孔讲，我毋是目睭，所以无属伫身躯。伊也袂当因为安尼就毋是身躯的一部分。若准全身躯拢是目睭，怎样会当听咧？若准全身躯拢是耳孔，怎样会当鼻咧？按故上帝按照伊家己的旨意，将遐个无共款的肢体，拢安搭伫人的身躯顶面。若准全身躯只有一个肢体，怎样会当算是身躯咧？其实肢体有侪侪，按故身躯却只有一个。第27节，恁就是基督的身躯。而且每一个人拢是肢体。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的祝福。今日真欢喜，咱邀请到咱的大牧师要来传讲信息。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艾欧那少的教会，艾欧那少的教会，请咱致意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真多谢蔡牧师会好意邀请，伫咱教会今年是庆祝释教107年的时，我伫遮会通来讲道。
我毋知咱教会会友恁入来伫即个教会时，不管你是伫遮3个月、3年，也是30年的会友，毋知恁有注意到咱教会圣餐道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伫圣餐道的中央的所在，遐有一个白色的石头大理石，到底迄是代表啥物意思？然后呢，恁所坐椅啊，这椅啊已经47年啊，恁看两边边啊，拢总有十字架。所以迄十字架，甲普通的教会十字架拢无相款。这是敢若咱双年教会特别有的十字架。我不能知，这个石头就是叫做艾欧娜的石，十字架嘛叫艾欧娜的十字架。到底艾欧娜是伫倒位啊？照我所知影，咱会友大概无人捌去迄个所在，除了咱第一任的陈启尊牧师伫91岁的时阵，伊专工去到艾欧娜访问。这个艾欧娜的石头，甲咱教会有甚物关系时，我确定伫讲道中间，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要大先请大家看几张的相片。第一张甲第2张的相片，就是艾欧娜的修道院。搁落去，就是1949年。咱双年教会新起的第3间的礼拜堂，这间礼拜堂伫咱起这个大楼的时，也有拆起来。特别伫这内底，恁看会到，请恁搁放咧吼，咱看会到有陈启尊牧师手比伫迄个石头的所在，边仔有坐一个宣教师。伊的名就是叫做明友德牧师。明友德牧师甲双年教会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宣教师。当我即马要甲咱三甲的分享，艾欧娜石的教会到底艾欧娜石对倒位来？有啥物特别的意义伫底下无？当1500年的时阵，罗马的这个天主教会有派修道士来到伫英国的爱尔兰，伫遐来传道理。爱尔兰的人真紧就接受基督教，然后伫迄中间有一个爱尔兰皇帝的亲戚，伊的名叫做哥伦巴。伊真热心接受到基督教福音了后，伊就决定要搁将这个福音传去到伫东边，就是英国的 Scotland 苏格兰的所在。伊大先是带12个伊的学生，先到伫 Scotland 的边仔有一个细细的岛，这个岛叫做艾欧娜。伊伫遐大先训练这12个学生要安传道理，了后12个学生就到伫苏格兰的所在。虽然因拄着真侪困难迫害，总是真勇敢真成功，就安尼传道理互苏格兰。苏格兰的这族群就接受耶稣基督。当苏格兰人接受了，因感觉这福音真宝贝。应该嘛，都爱学像艾欧娜迄个精神，将这个福音传去到过海迄边，就是法国甲德国，就安尼，欧洲的基督教开始是对遐来的。然后到伫16世纪的时阵，罗德马丁开始宗教改革。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加尼文，也伫瑞士的日内瓦、日内瓦
伊嘛开始宗教改革，总是以宗教改革的方式，是用长老教会的体制的方式来改革迄个罗马的教会，也以改革的迄个方式，互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Knox， 也以真心先，伊就专工对苏格兰去到伫瑞士的所在，对约翰加尼姆来学习迄个宗教改革，也学习了，伊就转来伫苏格兰的所在，要传扬这款的改革。当时苏格兰的王是天主教徒，伊真无欢喜，伊就迫害遐个传长老教会方式的改革的遮个人。当时苏格兰的人感觉天主教是主教在控制教会，啊，若长老教会，咱大家拢知影，是用会员大会，啊，用小会、中会、总会这个方式在治理教会，所以苏格兰人真勇敢，国王的迫害，总是因继续传扬。结果最后伫1592年，苏格兰的国会就通过讲，咱苏格兰要用长老教会方式来建立咱的教会。后来到伫19世纪的时，19世纪的欧洲开始有这个宗教的大复兴。就派宣教师去到非洲、去南美洲，也去印度，也到伫亚洲来宣扬基督教福音。啊，就是伫迄个时阵，苏格兰长老教会就派迄个伫伦敦的宣教会的一个宣教师，伊的名叫做马雅各医生。马雅各医生是受真好医学训练。伫英国受教育，然后去德国的柏林，嘛去法国的巴黎，继续研究医学，总是伊欢喜做宣教师，就来伫台湾的台南的所在，伫遐伊用传道、也医疗、甲教育，安尼宣扬这长老教会也真成功伫南部。过7年了后。加拿大有一个宣教师，就是咱大家熟悉的人，叫做马盖博士。伊也对加拿大专工来到伫咱台湾，伊伫北部的所在，就是淡水在宣扬福音。其实马盖牧师，伊嘛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的人，因为加拿大长老教会就是对苏格兰传过去的。结果一南一北，这两个宣教师真成功，传福音予咱全台湾的人。啊，伫迄个时，教会就有一个意见，讲一边是英国的，一边是加拿大的，这两边敢袂通合作一伙，成做一个教会？大家参详了，讲哎，所以就设立今仔日咱的名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当设立这些了的时，因就决定咱来开第一摆的总会，来详细个讨论要安怎合一。我毋知咱大家兄弟姊妹知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摆的总会，就是伫咱双连教会举行的。迄个教会就是当时1949年所起的迄个礼拜堂。为什么合一的总会会经咱双连来做开会的所在？迄个原因就是因为南部的牧师嘛拢知，双连是一个艾欧那精神的教会。当讲艾欧那精神，艾欧那就是安怎甲咱双连有关系？迄个原因就是伫日本时代。有一个加拿大宣教师，伊的名叫做明友德，伊来伫台湾传道理，伊真甲
陈启准牧师合作，用双联做基地，甚至咱台湾第一个教会有英语查经班，就是明友德牧师伫咱双联设立的。当时到伫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伊无环境才会宣教师，所以宣教师一个拢搁转去。当时明友德牧师，伊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真爱知影讲，迄个艾欧娜的传道理的方式，甲伊的意义是安怎？所以明友德牧师，伊就真认真拍拼去到艾欧娜的所在，伊看到他多人相片所看到迄个200年前的修道院，伊伫迄修道院内底，伊看到迄个修道院的圣餐道真水。咱双联这个圣餐道嘛真水，这个顶头这是叫做鲁比，就是红色的大理石。伊就甲明德牧师甲迄个修道院的院长讲要求，你是毋是会通将恁这个圣餐道有用过记落来石头，即摆摆伫遐伫展览，迄一粒互我好无？因为我要送互台湾的教会，所以明友德牧师讨到这粒，然后转来伫台湾，迄阵战争已经结束，1949年，拄好咱双联教会起好第3间的，就是这间的大楼前的礼拜堂，也等于要将这个石头送互教会时，咱双联教会当时非常的欢喜，因为明友德牧师迄阵拄好做咱双联小会的议长，所以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将迄粒石头就安装在咱的拜堂用过后壁，有一个7种灯，就是7个金灯台的迄个下面，迄粒石头安装伫遐，然后来到伫咱起这个双联大楼的时，咱的中执，咱牧师因就决定讲将迄粒石头，咱来下带咱新的礼拜堂的内底，所以迄阵就决定将石头安装伫咱的圣餐道的中央的所在。明德牧师将这石头送互咱双联教会，是要提醒咱双联教会都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姊妹伫圣经的中间，拢做有52个所在伫记石头甲教会，是石头甲信仰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要提出3个石头，甲咱三甲思考。一个宣教的教会，爱注意伊的基本精神是啥物？第一个所在就是带咱读创世纪第28章，这是你讲雅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知咱的蔡牧师伫去年的11月时，一连续拢有讲雅各的代志，所以我无要定答，我只有要讲迄内底一个精神，就是雅各伊抢到伊大囝的名分的时，伊大兄就亚都要杀伊，伊果不其然就离开厝，走去到旷野的所在，前途茫茫渺渺，后面阁有人亚都要杀伊。伊非常的惊惶，非常的孤单。咱知影世界真出名的歌中间，大部分拢有一句话，就是“日车西山”。咱姓诗嘛有一首“日车西山，暗斗山岭”。这世界出名的诗歌，拢会安尼，就是要描写一个人啊出外去到外面，看到日落西山的时，所想到就是故乡。
故乡想是想，雅各无法度倒转，所以伊就伫遐真野心的是摕接石头来做枕头，伊就困伫迄顶面，伊困是伊免望着，看见天顶的楼梯安尼落来，上帝使者伫迄楼梯中间静静落落，安尼耶和华上帝徛伫迄个边仔，甲伊讲雅各，我就是你的祖，阿伯拉罕，你的老爸以撒。甲你的上帝，我要成我对你的祖先所应允的，就是你的子儿孙将来要亲像地面上的土沙遐尼济，也特别你无论去到倒位，我的确要保守照顾你。雅各圣经讲困醒的时，着惊一个。伊讲我想讲，上帝只有伫阮老爸遐，是阮阿公遐，像咱会友，咱拄着艰难困苦的时，咱嘛拢想讲，上帝伫双年教会遮，无伫阮兜。雅各伫遐，竟然看见耶和华上帝显现互伊看，伊非常的感激，伊就甲耶和华上帝讲。上帝，你若带我平安，搁倒转来，我要敬拜你，然后我要献1/10，互你。果然，雅各就将伊所困的迄粒石头，该徛起来，然后就抹油。咱在旧约内面，抹油就是献祭的意思。雅各就将迄个所在本来的名叫做罗斯，总是伊改名做伯特利。那你是要一个宣教的教会，加减拢总会拄着艰难困苦。这拄来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你嘛会拄着其他人的迫害，其他人的反对。对迄个时阵开始，咱常常会失落信心，会讲上帝哪会互我拄到一款代志？我才信你尔，你就搁互我拄到遮生惨落平安呢？总是咱爱记得，人会放杀上帝，所以上帝的确无放杀伊的家子。第二位圣经，我要甲咱参考来想的，就是伫路加22章，这所在讲耶稣带学生伫最后要死以前，带学生到伫克西马尼园的所在。耶稣交代学生，恁着在遮警醒祈祷。然后圣经讲，耶稣就行进前有等一粒石头会落的所在，耶稣跪落去，就伫遐祈祷上帝。对，亲像我讲台后壁，咱双年教会起好一间的时，专工对美国资文足贵，这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咱这边啊，这拢是塑胶玻璃啦，毋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这个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 所用的。耶稣伫迄个祈祷的中间，圣经咱注意伊讲爸啊。若会使的，请你将这苦杯离开我，就是看我下头毋免定死十字架无，拢是耶稣煞接讲，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是愿上帝你旨意得成。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常常爱会记得，是上帝旨意得成，做咱教会的宣教的基本精神。然后来到第3个圣经，就是伫马太的16章13节遐开始。圣经甲你讲，耶稣带学生到一个所在，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因为伊甲学生相处已经3年久啊，所以就问这学生。人讲我是治罪，
伊学生就甲伊讲，人讲你是行色的约翰，你是以利亚、亚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个。人安尼讲，所以耶稣就问学生讲：啊，那恁讲我是几岁？啊，那恁讲我是几岁？耶稣学生的中间的彼得就应讲：你是基督，是真活上帝的囝。耶稣听到彼得安尼应答的时，甲伊讲：彼得，这毋是肉体指示你的。这的确是我天顶的爸上帝指示你的。对打了后，你无要阁叫做本来彼得的名，叫做西门巴拥纳。耶稣甲讲，你要叫做彼得。彼得圣经的原文就是石盘。然后耶稣讲，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伫这个石盘的顶头，毋是讲去拜堂。下骹拢爱下石头啦，迄个意思就是讲，我的教会要建造伫承认耶稣是救主，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也是上帝的囝。这就是教会宣教基本的原则。当咱教会在宣扬福音的时，毋是咧强调咱的丢落会主义，啊嘛毋是讲咱有啥物节目。啊，是咱拜堂偌大间，咱的中心是爱伫宣扬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是上帝的独生囝。啊，咱做双人教会的会友来伫遮参加聚会者，有人真久，有人检菜短短无偌久。我伫遮要甲咱分享。咱做一个相连的会友，咱的职责是甚物？所以今日，咱爱为着这间教会，叫做宣教的教会，大家来努力，大家贡献咱的文书出来。所以我伫遮有用一句台语，这句台语就是讲：男啊马嘛有一部摊。我捌问人讲啊，中文要安怎讲？啊，真侪人甲解释几啊款的意思。男啊马嘛有一部摊，就是意思讲你毋好看就是只马，瘦皮巴好吃好灵智，啊，就走去伊后壁，啊，马尾溜扣者，讲你细字你后马后骹甲你踢死个哦。我伫 National Geographic 有看到一个镜头。伫非洲旷野的所在，一只狮咧肉，迄个长颔棍的鹿啊！啊，因为长颔棍的鹿啊，脚是真大、真长，也真大只，总是伊走路较慢。啊，这只狮走较紧，啊，最后就肉挖去啊！啊，狮就跳悬起来，因为伊要甲迄个长颔棍的鹿啊，较才拼。无想到这长颔棍的鹿啊，两只后骹出来踢落去，啊！这狮船浑浑倒倒在涂骹，啊！这个鹿啊就安尼走出去。兄弟姊妹，保罗用真水的譬喻，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咱头拄读的，甲咱讲教会就是一个身躯。啊！你我每一个人就是身躯内面的机体，就是做手、做骹、做目睭、做耳孔、做鼻孔的这份。所以保罗有讲骹袂使甲手讲，我毋是手，我无属伫你；啊，耳孔袂使甲目睭讲，我毋是目睭，我无属伫你。我真爱用一个譬喻来解释这段圣经。咱的教会牧师就是目睭，牧师看到头前个桌顶遐有食真好食的苹果的时阵，看到是看到。啊，迄个苹果意思就是牧师因设计、因研究，要安怎互咱的教会会通振兴、会通成长。而这个时阵，骹就爱行进前啊，骹就是代表中级。团契、小组，
行进前到伫刀下边遐去，总是苹果还搁伫遐啦。爱安怎？手爱去摕，当手去甲摕时，也毋是第一落第底个机爱，手就爱将苹果摕来到喙的所在，互喙齿加薄薄的，然后送到胃的所在。胃就爱分泌胃酸，来消化这个食物。当消化好的时阵，胃才将这个食物送落去到伫肠仔的所在。因为咱知影肠仔就是做吸收的工作，肠仔吸收这养分，就送去对，送去伫肺的所在，然后迄个肺则行到伫全身躯，将迄个养分看要送到脑、送到肺，送到油脂，安尼，这个人才会成做一个健康的身躯。安尼，即个你我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拢亲像一个大工厂的大机器。迄大机器若要运作，会制造物件，就爱遐大粒螺丝、细粒螺丝拢爱作用，毋是干那大粒螺丝作用就好啊，细粒螺丝嘛是爱作用，安尼才会通互产品出来。讲到细粒螺丝，我想到1986年，美国的太空总署要发射一粒太空梭去空中，因就开始伫 Kennedy Cap 的所在发射出去，迄个太空梭行70秒、73秒了，砰一下，太空梭才爆炸。全世界拢嘛伫电视内面看会到，迄粒太空梭安尼爆炸应该。不较凄惨的就是，迄个太空梭内底有7个太空人总死。美国太空总署实在非常无民主，就研究讲是安怎会安尼。因调查研究了最后，发现到真侪原因的中间上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伫太空梭有一个所在，爱装迄个细粒螺丝，总是迄个细粒螺丝无甲装起。所以当太空梭伫空中震动的时，迄个无装细粒螺丝的所在就裂开，规个太空梭就爆炸出去。请咱做一个基督徒会记，大粒螺丝毋好讲。我才有效，细粒螺丝嘛，毋好讲我无效啦，我毋免啦。无，上帝互你来这个教会，当然你敬，总是我会讲，对圣经看来，毋是干那你敬，是上帝旨意爱你来这间教会，做一粒不管是大螺丝、细螺丝，拢爱边边发挥咱的作用，这间教会才会成长起来。这故事在讲一个摒扫拜堂涂骹的一个负责人，伊伫礼拜前都爱将拜堂摒扫7路清去，礼拜后都搁收拾，大家会友走去了，遐垃圾伊都搁收的。最后较要紧的一个所在，就是去便所，因为正人在用的便所都有味啊。伊就爱伫遐摒扫迄个便所。有一天，伊咧摒扫便所的时，忽然间心脏发作，伊就倒喺涂骹，等目睭踢开的时阵，伊看到伊来到天堂的门口，天堂的门为着伊安尼开开，佫较互伊着大惊，就是迄开开的门头前就是徛耶稣伫遐。耶稣甲伊讲：“欢迎你来天堂。”迄个姊妹心肝想讲，的确毋是你欢迎我，我无啥物重要，毋知是后壁有啥物大牧师伫遐，伊伫欢迎，伊就想讲，赶紧闪开，因为安怎？伊佫看着讲，我哪会穿即束
壁便所的是迄垃圾衫来上天堂，我就来换一领。耶稣甲伊讲，这位姊妹，你毋免去换衫。伊讲你看到我两边边啊，有恁教会牧师，有恁教会长老，也是捌去恁教会培灵报道，或者会出名的牧师。我有捌问伊讲，啊，你伫迄间教会你看，上互你钦佩，上互你知影讲伊有伫侍奉的是啥？大家拢讲，就是你变便所迄个姊妹。最后我爱用一句真出名的牧师，这个牧师的名叫做布永康，伊嘛捌来咱台湾培灵报道过。布永康是用称呼做21世纪非洲的报道家，因为伊伫非洲有建设1000多间大大小小的教会。布永康这个牧师，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这句话我有写伫迄个顶头的所在。伊讲，教会毋是设立要来互基督徒享受的一条豪华的游轮。去遐有食，去遐嘛有冷气，逐项都有。布永康讲，教会应该是耶稣所使用的一条拯救的船。来讲，假使教会若要咧做拯救的工作，安尼这个教会爱受拯救。这句话真提醒互咱，今仔日我讲到的，当咱每一摆若来上联教会礼拜时，咱看到迄个石头，看到迄个十字架时，请咱会记提醒咱家己。你我拢爱有份伫这个教会的宣教的事工，请阿头上下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有赏赐阮每一人恩赐甲才调，愿阮诚心实意，毋是只有来做礼拜，只有来唱歌参加节目，求你的圣神催逼阮尽力爱发挥。你互阮的才能，伫上帝你所设立的上联教会，阮来协助牧师、长执，大家同心努力，互上联教会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罗牧师真好的分享，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听见救主出声在叫，请起立来吟全首。
接，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敬拜。伫外口留名卡的所在，你也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贵宾，请你填写好势，到阮收奉献的咱的妇女的同工。咱为着疫情的关系，阮这边以后暂时拢是用传的，要用收的吼。做来做奉献的祈祷。万米的本源，丰盛的上帝，感谢你赏赐满满的恩典，愿意用阮所有的来回应你的听，求你互阮成做一个欢喜付出、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但愿献金钱做教会献工的路用，也献阮本身，互你来使用。愿你亲自垂肯甲祝福。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得胜的名来求，阿免。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的第5页。
本周特别事项头一项，本主日是本会设教107周年的纪念主日，特别感谢赖俊明牧师伫3场的礼拜中正道甲勉励，互咱无记节相连的精神甲宣教的初衷，继续同心合意来参与教会各项宣教的事工。用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第二项，本主日也是总会所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为了要唤起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听妇女信仰的经验，开拓妇女伫教会服侍的多元的角色，鼓励妇女积极来参与服侍，贡献女性的信仰的经验。智慧甲开力，也特别感谢妇女团体同工伫第3场礼拜中参与书献的服侍。第3点，第73届北部大会同乡年会要定伫3月7日，就是明仔载。上午伫真理大学召开，戴玉信牧师甲理事长第2长老要前往参加。第2大项，本会要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相关的这 SOP 吼，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这等下咱有影片会当播出吼。第4点，集体关怀的部分，头一项毋甘的事，本会会友关业旁姊妹，就是江林娟姊妹的婆婆。已经伫2月16安歇主怀，要定伫3月7日，就是拜一。下午1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厅2楼至善2厅举行1点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5点，总务委员会消息，大楼伫3月7日，就是拜3。下晡5点半要消毒，请咱注意来配合。煞接咱请来咱的直播的部分，教咱安怎直播吼。会当若办理报道来教会做礼拜的时阵，会当伫厝顶做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如果你若无方便来到教会，甲大家做伙礼拜的时阵，你也当伫厝里透过网络直播来看教会的礼拜，甲大家做伙礼拜。所以这时阵，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安怎来收看青年教会的网络直播。第一种方法，你会当到脸书、Facebook。来找相连教会，你让拍相连教会，就让找到相连教会的脸书，然后你拍开这脸书了后，你来按赞，你就是伫这个画面顶面有3点，就试了，试到这个追踪，安尼你就当伫每一礼拜的主日早起时，收到当日礼拜直播的收看的网址，这是第一种方法。第2个方法。就是你请大家拍开 YouTube 的影片，搜寻相连教会直播，选择迄一周的节目来观看就会使。第3个方法，你会当到相连教会的网站，找到这影音专区顶面的零距离直播，来点选入去，就当观看。第4种方法，请你会当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当连接到收看的网址。4种方法，你拢会当选择其中一种方法，就当伫厝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保守看顾大家。而且传播委员会拍了足详细啦吼，大家毋爱看了清楚无？我个人是用第4个方法啦，用扫的较紧。你若有第5个方法会当来找我，我会当替你用吼。好，感谢。咱要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咱请蔡牧师。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遮有张英妹甲哈尼阿木夫妇伫咱的中间，因对欢迎来哈。欢迎欢迎。伊是达兰富教会哈，愿上帝亲自祝福。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咱今日也特别感谢罗牧师，甲咱做伙分享，甲咱做伙分享教会这个宣告精神啦，请大家爱将这宣告精神记伫咱的心中，咱知影咱圣灵教会就是一个宣告的教会，那么用咱生命的见证，来将这个福音传播出去，这是特别牧师甲大家提醒，咱最近因为这疫情的原因所以咱发觉到咱礼拜人数较少但总是咱看这个直播的人数有增加啦拄则我特别问顶面拄则拢总咱的礼拜当时拢总有差不多139个这个机器咧看咱的直播啦所以这咱若无方便来到教会，咱用咱这酒播内底有写即个方法，拄则咱有看到即个影片大家介绍的方法咧，咱透过即个网络直播大家做伙来礼拜伫即个疫情咧传的中间咱有真侪聚会拢暂停，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伫即个时阵，咱来搁较爱安静心来灵修来亲近上帝，求上帝来保守看顾大家牧师团有真侪只透过即个网络还是讲透过即个传播的即个软体甲大家做伙联络咱来度过即个时期这是牧师特别来大家提醒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107当前，你找见宣教师来设立少年教会，100多当来少年教会的先辈，伫你的带领下面，伫这个所在为你做见证。主啊，阮伫这个纪念日的时，阮特别恳求主，你继续持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教会兄弟姊妹真实去明白。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荣光上帝，要祝福万民。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之地，互阮会当持守即款的精神，继续伫即个所在做工、拍拼，来荣光你的性命。阮也恳求主，你祝福保守看顾所有相邻教会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坚持对你的信心，无论顺境逆境，拢会当牵条伫主。用阮的性命的见证来荣光主的名，阮也恳求主你祝福保守看顾。阮今日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张英妹、哈尼阿木因夫妇，互因出入拢得到主的祝福，得到平安。恳求主你也教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之地，互阮的忧伤的人得到安慰，互阮喜乐的人也当学习感谢的心。求主祝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个吟祝福的诗歌，圣诗第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主祝福保护你，请起立。临时煞要请罗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
求恁眾人三甲地底直到永遠，阿門。请这灭道避讳。